民间团体以色列之友联盟18暗时伫咧台北市大安市民公园有举办音乐会。不过，迄当阵嘛有成员巴勒斯坦的台湾巴勒斯坦自由连线伫遐咧示威，其中就有一个哈萨克的查甫人指控，去互以色列驻台办事处的安全处长甲伊起骹动手，害规身躯拢全伤。所以台巴连线就要求以色列驻台办事处得爱出面来回实的。 承认犯行，立刻道歉，野手帮严正呼吁，因是台湾巴勒斯坦自由连线成员，控诉5月18暗时，由民间团体以色列之友联盟伫台北市大安市人民公园举办的音乐会顶馆发生暴力攻击的状况。 影片当中，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将人大力摔倒伫涂骹，引起骚动。警方马上向前关心，遭到攻击的是一个伫台湾的哈萨克籍的工程师，表示家己迄一天用和平的方式伫现场声援巴勒斯坦。啊，不过伊挖进舞台，想要为批发内底提出标语的时阵，被暴力相对。佮指控动手的人是以色列驻台办事处的安全处长。He's like way bigger than me, so he was pulling me down. Behind the stage where I wouldn't be visible. 我们在观众席旁边的空地，只是安静的举了我们的牌子，还有旗帜，一直不断的用他们的旗帜罩住我们带的那个 Tears for Palestine 的布条。 到底的成员指出，参加音乐会一个穿白衫的外国男性，佫想要抢夺巴勒斯坦国旗，佫发表恐吓或者是性骚扰的话，所以因已经向警方报案进行提告，也提出3大诉求。呼吁林佳龙部长，他应该立即召见以色列驻台代表、以色列驻台办事处，应当对当天和平示威者公开的道歉，并且惩处涉案人士。 以色列驻台办事处是回应迄一天一群亲巴勒斯坦抗议者想要搅乱音乐会正常进行，佫冲向舞台行为，在安全人员赶紧介入佮阻止。呼吁国人以及在台外国人士应严守我国法规举办相关活动及进行陈抗，并保持理性。 避免冲突。外交部是表示，该案件已经由大安分局依法成案，佮依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处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